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21公视台语台新闻世界通，我是丁雅纯，接大家做伙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来了解国际台。今仔头一条新闻来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去到罗西亚访问普丁，双方以亲爱朋友来互相称呼，也佮针对乌克兰的问题进行会谈。习近平是表示会继续来为解决俄乌战争来拍拼，希望会当来斗讲和。普丁嘛表示愿意讨论中国所提出来的乌克兰和平计划。不过，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呢，伊是认为讲中国的方案，敢若讲双方爱停战，无要求罗西亚爱撤军，根本就是认同加放任俄军占领的行为，应该爱来保卫乌克兰的领土才对。所以呼吁外界唔通相信中国所提出来和谈计划，也佮讲拢是在替罗西亚的战争罪行斗暗黑，是拖延战术尔。大国。就伫国际刑事法院对罗西亚总统普丁下逮捕令了后的第3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到莫斯科进行3天的国事访问。两个人伫克里姆林宫的非正式会谈，就乌克兰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习近平表示，愿意继续为推动政治解决乌克兰问题发挥建设性的作用。普丁嘛讲，愿意讨论中国顶一日提出的12点乌克兰和平计划。Внимательно ознакомились с вашими предложениями по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ю острого кризиса на Украине. Конечно, у нас будет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обсудить этот вопрос. Знаем, что вы исходите из принципов справедливости и соблюдения основополагающих положений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права, неделим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для всех сторон. 中国外交部伫乌克兰甲罗西亚战争1年的时阵，发表关系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这个文件互看到是中国版的乌克兰和平计划。文件内底12项立场，包括尊重各国的主权、停火、结束战争、启动和谈、保护百姓甲政府、袂当使用核武等等。不过，并无具体要求罗西亚都要为乌克兰撤军。因为这点正是乌克兰和谈的第一个条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0伫国务院记者会主动讲到习近平莫斯科的行程，讲捍卫乌克兰主权甲领土的完整性，应该是所有和平方案的基本元素。那无干那是咧拖沙尔，也无就是因想要造成不公的结果。And a ceasefire now, without a durable solution, would allow President Putin to rest and refit his troops, and then restart the war at a time more advantageous to Russia. The world should not be fooled by any tactical move by Russia, supported by China or any other country, to freeze the war on its own terms. 伫习近平出发进前，普丁伫中国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感谢中国对乌克兰问题采取平衡的态度，而且欢迎中国伫解决危机发挥建设性的作用。讲中国甲罗西亚两国未去互美国侵略性的政策削弱。因若基辅的领导人表面上是一再强调甲中国的共同点，也就是尊重领土甲主权的完整。不过私底下却是一直对泽伦斯基甲习近平的会面，或者是通话进行游说。中国对罗西亚的支持，也是为目前的经贸甲科技扩展到军事武器的支持，是基辅当局上界烦恼的代志。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咱总统府宣布，总统蔡英文要伫咧30先去美国纽约接受智库办法全球领袖奖，说到去要去访问咱伫咧中美洲的友邦瓜地马拉和贝里斯。4月初5，佮要翻头去美国洛杉矶的雷根图书馆发表演说，而且有可能会伫这个所在和美国众议院的议长麦卡锡见面。不过，咱的友邦洪都拉斯是传出讲，恐惊会伫咧这段时间宣布和咱断交。咱外交部长吴钊燮是强调，目前还搁咧拍拼维持邦谊。总统府21正式宣布，总统蔡英文要出访中美洲友邦，展开10天9暝民主会判供应的旅程。由总统府秘书长林佳龙、外交部长吴钊燮、经济部处长陈正奇等人陪同。行程的重点包括3月29出发，30过境美国纽约，4月初1去瓜地马拉，初3去贝里斯，初5过境美国洛杉矶，初7登来台湾。深化民主伙伴交流合作，共同维护国际和平稳定，也持续推动互惠共荣的合作计划。各界关注的过境美国的行程，总统府表示会伫确定了后才对外公布。按算会有2个重点：3月30过境纽约的时阵，蔡总统会去领哈德逊研究所颁发的全球领袖奖；4月初5过境洛杉矶，会伫雷根图书馆发表演说，而且甲众议院议长麦卡锡见面。
那美国前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欧布莱恩这个时阵来台湾访问，总统蔡英文亲身颁发这种大受敬献勋章。面对威权主义扩张，民主伙伴应该更团结，携手捍卫区域的和平稳定。欧布莱恩大使常引用雷根前总统的名言：“和平靠实力。”这句话我们也深有同感。I want you to know that I believe the United States will stand with Taiwan. America is not attempting to change the status quo with respect to Taiwan. Not President Trump, not President Biden. 最近友邦洪都拉斯表态要甲中国建交，蔡英文这届出访无要去洪都拉斯。外交部表示，因为台湾甲洪都拉斯讨论还未达到共识，这个时阵无适合去访问。那美国是出手到3天，总统拜登的特别顾问多德甲洪都拉斯的总统卡斯楚见面。不过，洪都拉斯的外交部长表示，美国尊重洪都拉斯主权国家的决定，也警告洪都拉斯，不要陷入中国的这个金钱或者是承诺的这个陷阱。这个外长所讲的跟实际是有点出入。洪都拉斯敢有可能会伫总统出访的期间来断交？外交部长吴钊燮讲，还阁当地拍拼，所有的代志拢有掌握。嘛强调讲，若是为着邦交来付钱，这是对不起天地、国家甲人民，要甲中国用金钱来做竞争。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上大条，带大家做伙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新闻重点。先来看日本产经新闻，日本首相菅田文雄宣布一项自由开放印太新计划，要投资9兆8千亿日票，大约是台票2兆3千亿，要来协助印太国家的基础建设甲加强区域的联盟。韩国朝鲜日报指出，日本首相菅田文雄以主办国的身份，邀请南韩总统尹锡悦参加5月要伫咧广岛举办的 G7 高峰会，而且美国、日本、南韩可能会伫咧这段期间举行3国的领袖会谈。英国 Times 报道，有调查显示，英国的警察系统充满种族偏见，也有对女性甲同志的歧视，而且处理重大案件的态度嘛，拢引起质疑。这是已经让英国的民众无法度可信任警察。再来看美国《纽约时报》，美国的疾病管制中心表示，有一款暹黏珠菌伫咧美国快速摊开。虽然这款歹菌未去影响到健康的人，不过有抗药性，对免疫系统无好，也是重症的患者风险拢是真悬。落尾是华盛顿邮报，乌克兰对罗西亚发动无人机的攻击，等等一寡暗中破坏行动已经渐渐的扩大，这嘛让罗西亚的民众嘛开始受到影响，袂当高吉挂挂。法国的年金改革争议完未煞。顶礼拜，总理动用条款要闪过国会，硬通过这个年改法案，引起在野党发动无信任动议。虽然尾下投票出来是差9票无通过，所以执政党会当继续推动年改法案。不过反对派是要搁对宪法委员会提出审查，嘛要求总理伫爱落台，唔通搁乌白母。另外，各地嘛拢有抗议示威，按算伫咧23，搁要展开全国大罢工。市区世界的小本子市民伫街路抗议年金改革，大批警力出动，各国民众发生冲突。法国年金改革争议继续滚加，政府打算将退休年岁为62岁调悬到64岁。顶礼拜总理宣布动用79.3条款，使过国会强行通过法案。在党选区提出2项无信任动议，不过直接执政联盟也是用9票之差惊险通过。La majorité requise n'étant pas atteinte, la motion de censure n'est pas adoptée. Ils sont graves, car il ne s'agit plus de s'opposer avec force, mais d'empêcher la discussion et de couvrir coûte que coûte la voix de l'orateur qui ne partage pas vos idées. 2项无信任动议分别由国会无共反动派提出，第一案是中间派提案，得到左派支持，最后得到278票。激进派提出的第二案只有94票。2项动议失败，代表国会会采取执政党的年金改革方案。不过反对派讲会向宪法委员会提出审查，正式突破进程，也有改变的可能，也要求总理实际落台。9 voix avec un gouvernement qui est d'ores et déjà mort aux yeux des Français, qui n'a plus aucune légitimité. Et évidemment,
une première ministre qui n'a ni légitimité ni pouvoir pour pouvoir continuer son action et qui doit évidemment. 外国媒体指出，总统马克宏的做法已经打乱现金改革计划，也削弱伊的领导力。法国总工会要伫23日起进行今年第9摆全国大罢工，发射路工加强动员。真济都市已经连续几日天闹大小小抗议活动，人数上济甚至有8万人。示威者宣示会抗争到底。公司新闻杨干编译。镜头来看泰国昨解散国会，这就代表上紧伫咧5月初7就要来举行国会大选。现任的总理帕拉育早就表态要来拼连任，不过目前伊的支持度是排伫咧第3名。伊上大的对手是来自政治世家前总理戴克辛的查某囝贝东丹，而且伊阿哥就是贝当前互帕拉育发动政变赶落台总理，所以媒体嘛用报仇来操作这摆大选。泰国总理帕拉育日前向泰王提交解散国会的行政命令，泰王已经批准8日正式公告，依法泰国爱伫国会解散後45天至60天內舉行大選。外界講上緊是5月初7，帕拉育已經表態要拼連任。 รัฐบาลที่ผ่านมาผมก็ดีใจว่าอย่างน้อยผมก็ได้สร้างสิ่งดีๆขึ้นมาสิ่งที่เป็นรายได้ของประเทศนะครับไม่ว่าจะเป็น EC ไม่ว่าจะในเรื่องของการอะไรล่ะ2014年军事将领帕拉育发动政变，突然当时的总理用啦，家己上台做总理，到今已经做8冬。泰国宪法规定，总理上久敢若会当做8冬。英国宪法法院去年判决，帕拉育的任期按2017年新宪出炉了后开始算。 所以，若是今年当选，就会当搁做2冬到2025年。因为帕拉育敢若会当做半个任期，执政联盟中的国民力量党决定推派现任副总理普拉威参选。帕拉育只有另外组团结建国党想要继续掌权。最新民调显示，帕拉育的支持度是第3，15.65%，可能代表为泰党参选的贝东丹支持度是38.2%。 รัฐประหารเป็นสิ่งที่ทำให้ประเทศล้าหลังทำให้คนทั่วโลกมองเราในอีกมิติหนึ่ง My goal right now is just try to just make the party win, win with the policies, not win just to win. 贝东丹36岁，出身政治世家，老爸戴克辛、阿哥英拉拢做过总理，因讲2人分别伫2006年和2014年遭有政变流亡海外。不过戴克辛家族势力抑阁真强，贝东丹正月表态要拼总理了后。 提出条件最低工资、补贴水电费、起高铁这政策，继承因老爸的政治资产，已经有心8个月，伊开一间巴肚走基层，甲为泰党的候选人徛台。泰国政治评论家讲，为泰党当咧行向国会上大党的目标，因国可能无法度单独执政，要甲其他政党组联合政府。陪单党的总理之路也有真侪挑战。公视新闻张惠敏编译。 全球的经济无好，通货膨胀真严重。伫咧非洲的索马利亚，是个面对着欠雨水、欠粮食的危机。去年一冬就4万多人饿死，其中一半是无到5岁幼囡仔。另外一个困仔是有大阵民众上街头抗议，讲这通膨甲物价相关的问题拢无得到解决，要求总统就要落台，佮含警方起冲突。 民众甲车队围勒，一直大声喊，因是真激动，提顶一直卡，甚至走去厝顶大声喊。南非国家庆阿8日有侪民众去首都内罗毕的街路，伫反对派领袖奥丁加的带领之下，抗议政府应对通货膨胀不力，而且坚持去年8月总统大选出现乌箱的问题，要求总统老头落台。 奥丁加还阁放条讲，逐礼拜拢会去街路抗议，一直到物价下降为止。不过警方事先就宣布这回是违法，警告民众唔通去街路。抗议迄天有派侪警力，用催泪瓦斯甲水炮强制驱离。不过这示威的民众是激烈抵抗，结果首都的街路四界全烟甲火，规个是乱糟糟。 We are suffering. I can't even afford even a liter of sugar. Sugar now is even 40 shilling. Last government, I can say, in fact, it was saving us. This government is full of hypocrites. 当地媒体报道，至少有1个人着枪，几个人去逮捕，包括几个国会议员。骆驼政府讲，抗议敢若会破坏庆阿的经济。骆驼上任的时阵答应讲，要减慢物价起价速度。不过庆阿2月份的通膨率还是真悬，有到9.2%。
附近的国家索马利亚情形是搁较歹，因为已经连续5个雨季拢无落雨，可能已经致使万外人无物件通好食，甚至是营养不良饿死或者是病死。Lagi tawar ada, tawar ada, kalau tu saya guri, baik doa kau song kang di song ki Syaban ki tu, entah kau Syaban kau song wilayah antok kena mati. Wali ni wali badi saya lo di wali saya ini ki ledeng, baru wali batak nak kebiji orang amai, yon ledeng, kalau kau mai le kau bakal. 索马利亚政府甲联合国20公布报告，去年索马利亚有差不多43000人因为渴患死亡，其中有一半是5岁以下囡仔。研究者讲，渴患造成饥荒，致使民众免疫力大大降低。索马利亚的医疗资源阁无够，真侪原本会当救活的囡仔，无法度等甲援助到位，就安尼死亡。若是无积极来协助，按算今年的顶半年，渴患恐惊还会夺走索马利亚1万至3万多条人命。公司新闻，邱婉玲编译。 再来看美国的纽泽西有一间真出名的教堂，已经有超过半世纪的历史。不过，伫礼拜暗时熊熊火烧，佮烧甲正美，连厝顶拢放落去。而且因为这个教区真宽，当地和隔壁的宾州紧急出动超过150个消防员来拍火，过5点钟才甲火势控制落来。好佳哉是无人伤亡。现场火烧甲变变着，天顶全是黑烟。 美国纽泽西州一座大教堂，当地时间8日暗，熊熊大火。1万年主教堂就规个大火庆典，内部的钢材烧甲弯翘，厝顶嘛烧甲放落来，火势猛国强。当地政府派出上百个消防人员、甲急救人员来抢救。隔壁州 Pennsylvania 嘛赶紧派人支援。这场大火伫美东时间20暗6点左右发生，头起先列作3级警报，不过火势拖了上扬。 真紧就改做8级。美国上严重的火警是10级，加上教堂教区真宽，除了主教堂，阁有一间学校、幼儿园和家庭生活中心，抢救进度拖慢。消防人员足足用5点钟才控制火势，而且一直到拜日早起，火也未完全爆发。大火的教堂伫当地真有名，已经开放超过半世纪，有千多名教友。加在大火的时，教区的人拢紧急疏开。 目前无传出伤亡，当地官员讲，起火点可能伫教堂圣殿，详细原因搁要调查。公视新闻，徐婉玲编译。联合国公布2023年全球幸福报告，这是透过社会支持、平均收入和自由指数等等6个指标，来针对全球国家的排名。 咱常常咧讲，上幸福的芬兰，即届又阁是第1名，已经6.8。那咱台湾是排伫咧第27名，虽然比去年退步1名，不过即届是排伫咧全亚洲的第4名。那咱附近，亲像日本是第47名，南韩是第57名。那讲上无幸福的国家，就是一直争袂煞的阿富汗。 欢喜伫雪地内走来走去，芬兰人的幸福感再度蝉联世界第1。联合国20公布2023年全球幸福报告，芬兰连续2年入选全球上幸福的国家，就算是位伫北欧高纬度的地区，寒天真寒，人民悠闲会当伫这款的环境中安心生活。 This is traditional Finnish crazy stuff. I think we all agree. And it's really the happiness side. I mean, it's very good sports, strong exercise and everything, but it really is the happiness. 这份报告是联合国永续发展方案网络根据全球150个国家前3年的平均生活评价，来对幸福感进行排名。评价的6项指标包括社会支持、人均所得。 健康寿命、自由度、人民慷慨度、甲敢有谈富。芬兰因为健全的福利系统，让国民感受到丰照顾，评比分数大大领先其他所有国家。今年的排名甲过去4年类似，拢是北欧国家是排头前。前3名甲去年同款，意思是芬兰、丹麦甲冰岛。第4名是以色列，比去年提升5个名次。 今年20名有新民奖，立陶宛头一摆提升第20名，为2017年以来大晋升32名。台湾今年排第27名，比去年小可退步1名。中国是排第64名。
另外排名吊车尾是阿富汗，加尾啊第2个是黎巴嫩，这2国的共同点拢是受到战火摧残。公司新闻邓慧仁编译。感谢您收看今日公视台记台新闻世界通，我是邓雅纯，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